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ric，今日帶大家嚟睇天賦海灣海鑽一個頂樓連天台嘅海景單位。我哋而家喺呢個單位嘅天台上面，成個天台有1191尺。咁呢邊我哋向翻東北方呢邊去望嘅話，可以見到開揚嘅海景。呢邊係日龍灣，隔離呢度係雲匯，下邊停車場，後邊天賦海灣迎月。我哋再兜一圈望一望呢個天台。好，我哋而家落去室內睇一睇。呢個單位有內置嘅樓梯，可以直接上到去天台，就唔使行出邊走廊再上去。咁望下呢個大廳，大廳呢度有8.1米乘4.7米，total有411尺。我哋而家喺另一個角度，從門口呢邊望入去，大廳連接住露台。我哋而家出去露台望一望。露台呢邊嘅景色望出去更加開揚，唔淨止有海景，仲有翠綠嘅景色，一樣向翻日龍灣同埋雲匯方面。喺廳嘅左邊呢邊就已經係主人房啦。我哋而家入去睇一睇。主人房呢邊嘅話，4.3米乘3.8米，total有176尺。咁喺落地玻璃呢邊，一樣望翻出去，翠綠嘅景色，日龍灣方向。呢邊係主人房套廁，3.1米乘1.8米，係60尺咁大。仲要係光廁，咁喺大門呢邊過嚟就係廚房。廚房5.2米乘1.5米，有85尺。呢邊仲有個大窗可以望翻出去雲匯嗰邊，採光好夠。呢邊有工人房同埋工人房套廁。喺大廳嘅右邊就係另外嗰兩間房，喺樓梯下邊呢度仲有一間雜物房。呢間客房有3.2米乘3.0米，total 102尺，同主人房嗰邊一樣，向翻呢個方向。最後呢間房有5.7米乘3.7米，差唔多有200尺。呢邊除咗同主人房一樣嘅方向望翻日龍灣之外，都可以望到雲匯同埋呢個天賦海灣迎月，景觀好開揚。呢間房嘅套廁有3.2米乘2.3米，total有83尺，比主人房嗰邊嗰個仲大。仲要佢唔淨止明廁，仲有個細細哋嘅露台喺呢一度，可以望到出去。咁今次天賦海灣海鑽頂樓連天台呢個單位介紹咁多，有啲咩問題，請即管問我，我係大埔李家國 Edward。